雞未鮮到，俾你開成8公里去深山農莊食，仲過癮啊！做全國統一嘅餸飯菜，香菇滑雞係咩體驗？唔講咁多，開波！呢個天花板做法，首先嚟摸一隻靚雞啊，老規矩3隻大，明嘅。嗱，我用半隻雞斬成咁嘅樣啊，肉類咧1加2咧就收縮嘅，整到5錢重咧，5大嘅雞啱好噶啦，就能激發呢隻雞嘅鮮味。調味咧非常關鍵，我一啲鹽都唔落咗糖，落咗蠔油啊，更關鍵咧嚟摸好雞汁啊，菇嘅味同雞嘅味都好單純，可以大自然嘅味道。有啲雞汁唔靚，就會有一種化學嘅味道，成道餸嘅味道會帶歪晒咯。但係新一代嘅李錦記純鮮雞汁，冇加嗰啲亂七八糟嘅科技，仲可以做到呢個濃稠質地，全靠真材實料，用嚟蒸雞啱啱好。個蒸雞唔使咁多水分噶嘛，你平時用嚟燜燒扒煮都非常 OK 啊，鮮味持久又唔會想食材嘅本味，因為呢個雞汁味道好足，夠晒滋味，所以咧我哋唔好落咁多啊。哇，好香喎！但係個冬菇蒸雞咧，我一滴鹽都冇落啊，因為有靚嘅雞汁。通常撈好之後咧，冇超過5分鐘啊。OK。咁啊，花荷葉咧就鋪咗喺度啊！記得啦，雞喺蒸之前或者煮之前先加米酒，提早加米酒超過5分鐘，啲雞肉唔好食啊！唔知你記唔記得咧？如果走一走流咧，可以放返荷葉上面喎，更加香。中火蒸8分鐘，你攞咗啲嚟做咩啊？因為有紅包未領啊！你睇到撕開數碼至少都係5蚊啊！好彩嘅話1888蚊直入袋啊！數碼先，攞手嚟。哇，老哥唔拍嘢啊，搵錢點緊要啊？有筆5蚊㗎。OK， 收錢啊！唔遲冇，時間啱好啊，開爐啊！哦，呢個係雞嘅世界，試下先啊，有汁㗎！哇，好鮮好滑，啲菇味釋放出嚟，融入雞肉嘅鮮味，真係好滑，仲有荷葉嘅清香，成個好似喺荷塘邊，涼風陣陣。好滿足，關鍵有咗李錦記純鮮雞汁嘅加持，成道餸嘅香味豐富，但又唔會混合埋一齊，鮮味直衝地球。唔信嘅話，點左下個鏈接註冊領免費樣品，試下先啦。